美國對華加徵20%關稅，香港也被列入其中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昨日批評美國無理打壓的行為。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，特區政府早前表明會向世貿提出申訴。他指出，美國做法日新月異，特區政府審視情況發展，需要時間準備好就會提出申訴，同時會加大對本地企業支援。丘應樺提到，美國在港貿易一向有不少好處，貿易順差10年間達2700億元，前年在港有1390間美資企業，現時美國企業是在港外資中第3大，反映本港營商環境對美資企業具有吸引力。因此，他形容美國對華加徵關稅只會損人不利己。面對關稅問題，丘應樺表示總有應對方法。他提到，特區政府為減少對港企業的影響，近年已積極為港商尋求其他經濟體市場，例如東盟、拉丁美洲等，協助他們走出去。香港特區政府於3月4日發表聲明，就美國宣布對香港產品再加徵1%關稅，表示強烈不滿。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，美國的做法嚴重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，破壞以規則為本的多邊貿易體制，損人不利己。特區政府強烈反對任何漠視國際貿易秩序的無理行為。如早前公布，特區政府會就事件向世貿提出申訴，以捍衛香港的合法權益。